东都决散和田地区发生6.4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消息，26日凌晨，和田地区玉田县连续发生几次3级以上地震。26日凌晨，和田地区玉田县连续发生几次3级以上地震，震级最高一次达6.4级，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位于和田市东南方279公里。照例，中国当局没有宣布死亡、伤亡和财产损失。德国作家亚历山德拉·卡维利乌斯写了一本书，描述了东都决散前集中营拘留者萨武提拜的经历，书名为《关键见证人》，于6月22日在柏林出版。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勒昆埃沙等参加了6月23日的新书发布会。中国政府持续透过强迫劳动的方式对维吾尔人进行打压。据中国媒体报道，今年1月至5月，东都决散实现城镇新增就业逾27万人。报道称，新疆迅速出台一系列稳就业、保就业措施，解决城镇人口就业问题。截至5月底，全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7万人。观察者指出，随着中国政府强迫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参与强迫劳动，他们担忧这会破坏不同时代的维吾尔人的连接，维吾尔人将会从此与家乡失去连接，这最终也会导致维吾尔人失去民族认同感。今年2月，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一份报告，内容显示，中国政府自2017年起便系统性地将至少8万名维吾尔人从东都决散转移到不遍中国多个省份的工厂。美国政府决定将华为和海康威视等中国顶尖企业列为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这为美国新的金融制裁既定了基础。美国国防部的文件显示，有20家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公司被列在了这份名单上，除了华为和海康威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都在名单上。出现在美国国防部名单上的中国企业不会因此受到惩罚。不过，根据一项法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实施制裁，有可能包括限制名单上各方的所有财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四表示，美国和欧盟需要对抵制中国有共同的理解。他称北京是一个威胁，并指责中国窃取欧洲的技术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蓬佩奥表示，就中国问题建立一个正式的美欧对话安排，他将于近期赴欧洲主持第一次对话。蓬佩奥在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能机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举办的论坛上，评估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及活动。蓬佩奥强调，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重视我们在北约下互相看待的价值观。国务卿蓬佩奥强调，中国开始对印度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美国开始将其在欧洲的军队转移至那个地区。中印军队在两国边境拉达克地区的加勒万山谷发生冲突，导致双方多人死亡。事发1周后，从新拍摄的卫星图像上可以看到，拉达克地区建起了中方建修的建筑。美国太空技术公司周一拍摄的一组卫星照片显示，在可俯瞰河流、高高凸起的河阶上，似乎可以看到大量中国修建的建筑物，而在5月拍摄的卫星照片中看不到这些屏障。中方新建的建筑物包括在悬崖底部搭建的迷彩帐篷或伪装建筑。印度引述没有具名的消息人士说，6月起在中印实际控制线附近的中国军营一带发现了新的营地和车辆。